台灣的護理人員長期攏面對骹手無夠的問題。行政院長杜榮泰初二參加活動時，就講到建議這考試的題目賣出傷難，不過就讓質疑講安尼敢是咧降低專業的標準。第一線護理人員是認為講，就趕緊把這3班護病比列入去醫療法內底，才是上重要的。呼籲政府唔通擱再拖，按算初5就要去衛福部抗議。台中地事主動提起護理師國家考試，自2023年開始的制度改革，因為面對台灣長期欠護理人員，行政院長杜榮泰最近在活動中表示，有建議考前醫考題，唔當初傷難增加考照的引起議論。考試的題目由80題降低為50題，實際上用更合理的考題來測驗出護理新進同仁學生們的對於專業的知識。初三杜榮泰2擺出面強調，是檢討考題敢是過度艱難，還是偏離臨床實務，而唔是降低專業標準。針對爭議，第一線護理人員認為，國家考試就是保障醫療品質最後一道防線，這項應該無穩准條件，更加強調，要留住護理人員，最要緊的應該是3班護病比立法。我們要求的是入法，可是呢，他現在做的是行政降格、行政命令。對於這一些的這個醫院的雇主，其實沒有什麼樣的法律的這個約束性，母法它才有強制性，法律的穩定性。護士工會分析，3班護病比獎勵標準已經實施2年，醫學中心區域病院7成達標，地區病院更加達到9成達標。政府應該提出立法嚴格施定外，3班護病比應該列入醫療法第12條明定，而若是定義處罰，那無欠充足的約束力。全日護病比把它修正成為3班護病比，啊，所以概念上其實是延續的啊。那麼這個第一個，這個是法制作業的問題。護士工會不滿衛福部進程會佇初5頭一擺聯合護理師工會專聯會到衛福部抗議。衛福部強調會按照規劃方向執法，市場上需要審慎評估，也會秉持公開原則，加速進行作業。記者綜合報道。